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照顾。咱今仔日经过了一礼拜，佫来到主的圣日，咱三甲伫遮，个人坐伫厝内来接到这个电脑还是手机，咱来三甲聚会，来听神的道理，读神的话啊，接着圣诗甲祈祷。来安慰、鼓励咱的心。虽然咱这个时仍然伫这个病情真厉害当中，但是靠主的恩典啊，互咱心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我能带领咱经过一段艰苦的日子。以后上帝仍然要祝福咱，看顾保守咱，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做神的行日实在真大福气，因为有上帝的圣灵伫内面来帮助咱，来安慰咱，来鼓励咱。有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顶的光，是一盏明灯来引带咱。所以咱毋免惊，主甲咱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咱这个时。借着神的话，彼此来鼓励，来警醒咱。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多谢你。虽然阮即阵仍然伫疫情真厉害当中，本国的这个疫情仍然逐日拢有咧增加，但是也看到死的人有较减少。求上帝你怜悯，你安慰。怀丧失因亲人的人，甚至来安慰因，也提醒因人的生命伫这个世界是无定着应该着趁早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灵魂得救是最最重要的。阮知影人活伫这个世间有一日拢要离开，但是离开到什么所在？必须着辛苦主耶稣做因的救主，阮的罪才有法通得到赦免，阮有法通进到神的永远的国度内面。因为神赦免了阮的罪，并且赐托阮永远的生命，所以阮感谢你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人祈祷，也为着怀伤心的人来祈祷，求主你亲自来安慰。阮将下面一段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你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思维相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
各位兄弟姊妹，这块歌可能咱有个人真熟，伊的题目就是这是天父的世界。为什么讲天父的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是非常完美、真正水的一个世界。这块诗歌在内面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所做的，鸟只伫咧唱歌，有这个花草树木，有蓝色的天，到迄个碧海，到就是真清气的海，甲上帝所做的这万美，拢是为着人来享受的。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题目，是叫做这是天父的世界，This is the Father's world。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美的时阵，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圣经安尼讲，伫第1章26到27节安尼讲，神讲，咱要照着咱的形象，按着咱的样式来做人。27节讲，神就照着伊的形象来做人，乃是照着伊的形象来做男甲做女。神看着是好的。对开始创造的头一日，到落尾一年有讲到7摆，神看着拢是好的。到最后说，神等创造人以后，上帝讲，伊说这一切拢甚好，就是非常的好，也完美的世界。当神创造这个完美的世界了后，煞落怎样呢？伊就交托人来管理。圣经安尼讲，互伊来管理，互人来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甲地顶的牲畜甲全地，并且伫地顶所爬的这昆虫互人来管理。最后呢，上帝就祝福人，并且将迄个责任，将这工作互人来做，并且叫人着生养众多，叫着生真侪人，遍满全地。所以28节就安尼讲，神就赐福互因，又搁对因讲要生养众多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治理这个地也着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到地顶逐款在行动的活物所以这是上帝托人的工作这个任务的责任煞来圣经佫讲诗篇第8章第4、第5，上帝顾念人人选择什么？上帝竟然顾念因眷顾因，并且赐予因荣耀、甲尊贵、做冠冕。伫这个所在，反正看去上帝创造天地万美了后，佮创造在人你将看重这个人，因为将这个世界拢互人来管理，并且赐予因荣耀、甲尊贵做冠冕。所以上帝看人是尊贵的，人犯罪了后，这人就无尊贵了，因为托黑暗的势力魔鬼来控制咧，叫伊做歹。当人你看伫吸毒，还是啉酒，一刀咧涂骹直滚的时阵哎呀，真就比一只动物也不如伊已经真惨咯，还佫毋知影醒起来。所以人若犯罪了后就是真惨上帝真可怜你过来开始的时阵神创造这个完美的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以后那变无好呢？为什么咱即阵看到这个世界水无清气了，空气污染了，在树木皮砍
站落来叫做工业的路用、建筑的路用，也佫有做人的心愈变愈歹，听心愈来愈真恶看去咯。这就是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歹呢？伫刷落去这几点呢，咱们来看出为什么世界会变歹。自从魔鬼撒旦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了后，这个罪恶、痛苦甲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里面了。所以约翰这个罗马书第5章1到第12节，安尼甲咱讲。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安尼甲咱讲，伊讲就亲像罪是对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阁是对罪来的就安尼呢，死就临到众人咯，因为众人拢犯了罪。这个罪这个世界愈变愈歹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这个罪的原因。这罪对落来魔鬼来引诱人犯罪，人也是无顺服上帝的旨意，犯了罪，然后这个罪痛苦、死亡，叫世界黑暗混乱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2节讲什么呢？伊讲恁就是咱世间人伫其中行事为人拢随从这个今世的世俗顺服空中总管家，就是魔鬼顺服伊，就是现今背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这个邪灵，咱今仔日有真侪罪恶，是人无要顺服上帝。圣经讲，人去顺从顺服空中总管家魔鬼的话，甲伊的引诱所以世间有真侪罪恶，真黑暗变歹咯。哥罗西书第1章第13节讲，咱今日的世界是对了伫黑暗的关系当中对了伫黑暗的关系当中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也是安尼讲，咱今仔日的世界是互这个这个恶灵，就是魔鬼将咱的目睭创痴迷去了。无法通看到真相咯，无法通看到神的荣耀，无看到神的疼将咱人的目睭将对的当作毋对的当作对的将神的话语当作是什么无注重，反倒将属黑暗的撒旦人的话语比上帝话语搁较看重，所以人的目睭属灵的目睭已经痴迷去了，无法通看到真相了。所以伫彼得前书5章第8节讲到魔鬼亲像一只嚎叫的狮，到处高地伫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来找互吞食的人伊看到所上较软弱伊就试探伊。因出犯罪离开神。那么圣经有甲咱讲，伊甲咱讲说，毋通贪爱这个世界，毋通爱这个世界，这是上帝接着使徒约翰对咱的这个提醒知道讲什么呢？约翰一书第5章第2章第15节到17节安尼讲。伊说毋通听这个世界甲世界顶的代志，人若听世界，听天父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咯。第16节，因为凡是世界顶的代志，
就是肉体的情欲叫眼目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拢毋是对神来的，拢毋是对神来的，乃是对世界来的。所以世界这个污秽的世界就带来所罪恶到试探情欲。第17节，这个世界甲伊顶面的情欲有一日拢要过去，拢要过去。独独尊敬上帝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再甲咱讲这个世界这荣华富贵一日拢要过去。独独尊敬神的旨意要永远长存，这是上帝互咱的假使甲警醒。所以2章第15节说毋通爱世界，爱世界的代志。这一节经文伊讲说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因为贪爱世界，集中的精神，规个生命拢伫这个世界顶面代志，对属灵的代志、属神的代志无去插，无去问，无去思想，无要加入所以真可怜哉。所以这节圣经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因为咱每一日生活伫这个黑暗的世界内面真无容易，每一日拢要对着在生活当中拢要面对着这问题因为其中这个世界内面就咱们所讲的有肉体的试探、眼目的试探，甲这个今生骄傲的试探，甲这罪恶。所以咱活伫这个世间应该要注意但是圣经这圣经来讲到这个世界，叫上帝所做的迄个世界是无常了现在这个世界是属魔鬼所控制黑暗的世界内面有的人读这节圣经了后，说咱毋通爱世界，因解释是说咱毋通进入这个世界叫这个世界的人生活做一个咱就离开这个社会，离开这个环境到深山、到关山咧，去遐去觅咧，去藏咧，去踮遐稳记毋插毋问世间的代志。咱像过这个修道院monastery 迄款的生活这是毋对的。圣经无甲咱讲咱信主了后，咱就离开了这个世间，离开了这个社会过修道院的迄款的吃苦的生活排对待家己虐待家己的身体，这是毋对的。那么咱今仔日基督徒对这个世界观叫做在极端主义extremist 有啥物分别咱叫在极端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叫咱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啥物无同伫圣经的内面有讲到世界，英文较清楚英文讲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汉文的是说神疼世人英文就讲到世界，但是无讲到人，其实伊也包括人。咱汉文的圣经说神疼世人，世甲人就是世界中全人犯罪的人。上帝疼世间犯罪的全人，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帝差伊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要来拯救这个世人。所以，互咱清楚了，这个世界是圣经这方面是讲到世界顶的罪人。既然耶稣上帝疼世间人，咱属神的囝儿应该在基督徒应该疼世间顶罪人。伫约翰使徒约翰，当伊讲过毋通听世界的事做
人听世界，因为干哪者？因为世界的代志吼，就亲像啥物啊？就亲像肉体的情欲、目睭的情欲，叫今生的骄傲，叫今生的骄傲。伊讲这世界吼，为什么哦？咱活伫这个世界当中啊，毋通啊参与伫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呢？因为现今的这个世界是经过犯罪了后，魔鬼伫咧控制人的思想，控制这个空中的掌管者这个世界。所以人所做吼，人人世间的一个 system 啊，这个做人的道德观念，叫伊做代志的方式啊，无同咯，拢是属魔鬼所控制这个世界内面啊。圣经无暗示说，咱徛伫这个世界，咱应该要离开世界，过向个修道院的生活，过迄个甲世间人隔离的生活。圣经毋是安尼讲，反倒当啊，上帝甲咱讲，伊讲世界，上帝做这个世界，为着要互人来享受，并且伊讲上帝赐福互一家人吼，互因生活伫今世的富足，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安尼讲，伊说你叫欢呼怀伫今世，今仔日这个世界中怀富足的人啊，毋通自顾啊。也毋通挖苦在无稳定的金钱啊！咱讲金钱就好啊，但是无稳定啊。今仔日起价，后日落价啊！今仔日趁钱，明仔个了钱。所以这个无定的钱财吼，咱们挖苦。伊讲啊，只要挖苦迄个孝事百物。互咱享受的神，即讲到上帝赏赐逐项物件来，互咱人来享受。实明明讲，所以咱感谢主啊！这个世界啊，并是像一个好极端的人，咱就离开世界，在世界拢是暗淡无好的。其实上帝将咱人，拯救咱人。做一个基督徒了，咱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咱仍然有法通过快乐的生活，咱仍然有法通出去玩啊！咱应该有一个娱乐的生活，是清气，毋是犯罪的一个娱乐的生活。啊，咱有享受家庭的快乐，看到咱的子孙啊，伫遐的快乐，咱甲伊三合做最欢喜快乐。啊，咱会做咧过一个清气的社交的生活。啊，毋是拢总的社会社交，拢总皆是歹的啊，有诶好诶啊，对咱的身心灵啊有益处诶，咱拢会做咧参加。哈，咱拍球，世间人拍球，咱也用拍球；因拍乒乓，咱也有可能拍乒乓。哦，因享受这个美好的大自然，咱也有钱有机会通出去外国去，还是去旅行，看到上帝所做的这个大自然的时阵，咱也有可能享受。这个世界，上帝所做的这个世界，这个毋是罪恶，哦，反而是有益于咱的身躯、心灵啊健康的在娱乐 recreation， 咱皆有法通会做咧享受，会享受大自然的美丽真水啊，享受上帝所做的花草树木、空中的鸟、海内的鱼、咱龙啊。有法通享受，因为这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神所创造，是好的啊，是属灵的。当人将这当作罪恶吼，而且来将迄个利用这物件来做犯罪的代志，这是犯罪，这是歹的啊！有个人互这来控制，来影响到咱甲神的关系，这是歹的啊！来影响了咱这个人犯罪，这个才是歹的。影响到咱甲主的关系啊，迄款变做歹去，迄款的关系，迄个就是无好咯。咱看
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伊也是享受了在世间的物件啊。圣经讲耶稣伊也有食有啉，伊也是去探访一家朋友去安慰并且交罪人、法利赛人甲税吏咧受洗罪人杀甲食饭甲因做阵，并且用伊的生命来影响因亲像列撒罗，伊是一个做官的贪钱的，但是叫耶稣接触了后，伊悔改认罪，归向上帝，信了耶稣顶摆罪恶的代志无搁再做了。这就是有的世间人无爱信主耶稣。为什么？伊讲恁信主耶稣恁若入了教阮就无自由咯，逐项计袂做咧做咯，咱像咧向个稳气的生活，迄项也无用，迄真多袂做咧做，其实因错误咯。圣经讲，凡事你们都可行，凡事恁都会用咧做，但是毋通互伊控制咧。罪恶的代志，咱袂做咧做咧，影响着咱的身躯健康，叫道德的代志，咱无要做所以，咱基督徒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活伫这个魔鬼所控制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当中咱生活伫遮，咱有一项原则。下面几项原则咱基督徒虽然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咱仍然有可能过着快乐、蒙恩幸福的生活。只要咱无违反下面罪咱心灵才会快乐头一项什么原则呢？咱所做的代志基督徒毋通违反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真理。无论咱做什么，咱想这个是毋是神的真理？是毋是违反神的旨意是毋是圣经的假使咱就想到这一点。第二项，毋通参加，毋通参加什么呢？是否叫咱的灵性甲上帝离开上帝的信心在社团叫咱离开神，叫咱拜偶像的在社团，也是真侪 club 有的 club 是好的，有的 club 是无好的。我知影有这个世界当中有真侪款的 club， 有的 club 是咧害人的，有的 club 是要哄抢这个 lust， 这个情欲的有的人参加迄个 club 是夫妻交换太太，这款罪恶的，咱是活到旧约的犯罪的时代上咯因为个男交男、女交女的这款的 club homosexual 的 club，gay 的 club，lesbian 的在 club， 世界有真侪在 club去犯罪所以咱无要参加在就是叫咱道德变歹去，叫咱甲神的关系变歹去的，在 club 在 organizations， 咱拢无要参加。甲世间有分别，佮说落去凡是影响咱的名声甲见证的，咱无要参加。有人去参加什么团体，什么影响到伊的名声，影响到伊的见证。你看这个人是基督徒，敢若是来做无好见证因为咱去做出来是拍歹咱的见证上帝的名，羞辱上帝的名，羞辱主耶稣的名，教会的名，跩咱无要做破坏咱的名誉，甲破坏咱的这个见证的无好见证咱无要做。过来就是凡是破坏咱的道德的标准的，拖这个人道德变歹去，坠落去无论什么，咱无要去做，无要去做。亲像跋筊亲像跋筊有的输规个家产计无去生理也无去，有的啉酒拍歹身躯咯
行为无好咯，叫人杀拍咯，花车啉酒花车情死人咯，真多真多吸毒，叫做无好诶行为诶，咱拢无要做。甚至跳舞，为拢跳舞都袂要紧啊！咱像运动咧，但是这个跳舞若是有法通引诱咱，引起咱诶迄个情欲，引起咱情欲犯罪，咱就无要跳舞。因为有诶人开始是好好跳舞，结果呢愈跳愈黏叫牵手诶离婚咯，去叫人行咯，即款呢。咱无要做，亲像圣经内面讲啊，伊说若食物叫咱犯罪，若得罪咱的兄弟，讨因跋倒的，咱就无要做。所以哥林多前书8章13节，安尼讲，所以若食物件，若是叫咱的兄弟跋倒，咱就永远无要食物。换当食物做像什么代志，叫咱的兄弟跋倒的。就是叫因犯罪，咱就无要做，因为最后叫咱的兄弟跋倒。所以咱基督徒就小心，叫世间人就有分别圣经佫甲咱讲，咱做什么代志咱就对得起上帝，对得起人上尽迄个无愧的良心。对问心无咱的心无迄个亏欠良心的代志，所以使徒行传4章16节安尼讲，我因此家己勉励对神对人就上存无愧的良心，做代志就对得起良心，特别是对神对人的良心哥罗西书第3章17节安尼讲，无论做什么，是讲话，还是做代志，拢着奉耶稣的名借着伊来感谢神。这个人咧做任何代志，奉耶稣的名，敢大胆奉耶稣的名来做代志伊就是说，伊要做这个代志袂对不起上帝，袂对不起主耶稣的名所以说落去呢，咱就是无论做什么，咱就存着这个圣洁的心来做代志哥林多6章19节20节，甲咱讲说，无论咱做什么拢袂做咧伤害咱的身躯、咱的心灵、甲咱的感情咱就注意。伊讲圣经安尼甲咱讲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安尼讲，敢毋知影恁的身躯是圣灵的殿吗？是较咱圣灵的殿的厝，住伫咱内面。说这个圣灵是对神来的点伫咱的内头，咱的内面，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咯，恁信主了毋是家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恁是用迄个真贵重的铜价毋是用个入水的铜价真重的代价所买来，所以就伫恁的身躯顶面来荣耀神。上帝互咱这个身躯，咱就用这个身躯，咱的行为来荣耀神的名因为咱这个人是上帝借着耶稣来咱拯救出来，是用伊的生命甲咱买赎来。因此呢，咱每一个人有圣灵点伫咱的内面所以咱就好好来对待咱所要做的代志，是毋是荣耀神的名？最后，所以兄弟姊妹，咱既然现在还佫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内面，一切的代志甲这个世界甲人的心情这个人的这个本性都变歹去了世间退化去，人道德败坏去。所以咱的主耶稣，
毋知上帝找伊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为着要拯救世间人。约翰3章16节，神听这个世界甲内面的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咱，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所以上帝就听这个世界顶的人啊。所以，伊本身来到这个世间，你干来一呢？做示范，耶稣做的代志，拢总是为着人，为着世间的人啊。所以马太福音第9章迄搭甲咱讲耶稣行遍逐城逐个乡村逐城逐乡，伫会堂内，你干来食教训人，伫会堂内教训人。又搁宣讲天国的福音，又搁医治逐款的病，伊看去真多的人就怜悯因，因为这些人亲像羊这些人困苦流离失所，无亲像羊无牧人、无牧者一样，伫咧照顾因。所以对门徒讲，伊说要收的庄稼。真侪做工的人确实真少，所以恁着祈求得求迄个庄稼的主找工人出去收伊的庄稼。意思就是主耶稣做工，咱信徒也是着做工。主耶稣这段福音，虽然耶稣已经升天了，将这个责任交托咱，因为主耶稣。听这个世间人，咱也是听这个世间，毋是听世界的这个犯罪、罪恶的世界，乃是上帝所听的这个世界，是世间人。所以，咱基督徒，上帝给咱这个本分，也给咱这个珍贵的身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安尼讲：独恁是被拣选的族类。上帝伫万人当中将咱拣选出来，将咱拣选出来，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着要叫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叫咱传扬迄个曾经将咱救出来、出黑暗入光明的迄个上帝的美德咱要传扬上帝的美德，这是咱伫这个世间的责任。所以呢，咱每一个人在基督徒未信主的赶紧着相信主耶稣，因为这黑暗的世界会影响世间人犯罪更加厉害，袂好醒起来。所以咱着找机会未信主的人着去教会，还是听这个电台这个Zoom 教会咧讲道，咱着去听，着相信耶稣做咱的救主，得灵魂得救，生命得到永远的拯救。咱呢，伫这个黑暗的世界是暂时踮伫这个世界。有一日圣经讲，这个黑暗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有一日要过去了。上帝要带来的是新的世界，是新天新地，有基督带伫咱的当中，有神的同在，是光明的这个国度内面。迄个所在无流目屎，无罪恶，无犯罪的代志，无战争的代志，无跩 COVID-19 COVID-20， 现在什么跩 virus 拢总无咯，跩病菌拢总无。伫上帝所要带托咱迄个新的国度是一个全新的，是永远的，是光明，是荣耀，是永远的福气。各位，你愿意得到这款的国度无呢？赶紧信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伫阮这个黑暗世界、罪恶的世界，
有真侪病菌来侵袭伫这个世界黑暗世界当中，阮人的生命无安全感。独独信靠主耶稣，阮的生命才有安全感。伫苦难当中，上帝话语甲圣灵的安慰；伫这个绝望当中，有上帝的国度来应允互咱，叫阮暂时伫这个世间受到暂时的苦楚，将来迄个永远的国度来听候着咱，迄个幸福的国度要临到在属神的行里的人，这是上帝的应允。阮相信，阮接受主耶稣做阮的救主，一生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愿今仔的信息来帮助信徒，来帮助还无信主的人。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